今天有大來賓，有哦，这大來賓哦，真的實在是已經沒想到台語歌壇啊，這個巨星出現了。是的確是。今天帶來2個很棒的消息要分享給大家。是誰呢？熱切的掌聲來歡迎金曲歌王許富凱。是呀，富凱。呦，富凱。哎。不是許富凱要闖20關嘞，哎，不是，嚯，您這個尖叫聲，這種感覺我有看到。對，恭喜！啊！我來講哈，台語歌壇呢，這個要能夠唱小巨蛋的，真的是屈指可數。是，唱2次的，真的不是歌王是什麼？就是歌王，對不對？實至名歸，實至名歸哈！再度公蛋，睽違幾年了？5年。5年了，哇！對，所以這一次是幾月幾號要在小巨蛋演出？剛好在父親節8月8號。哇！阿人都要吃飯，你去講？無啊，我辦在下晡3點10分。啊，你唱多久？唱差不多要到3點鐘吧。對。哦，所以6點半還會付呢？還會付啊。餐廳訂6點半7點就拄好誒。因為我的演唱會名稱叫15、10。啊。對，所以就在下午3點10分開唱。哦，下午3點10分。哦，原來是這個意思哦。對。啊，15什麼？15就是下午3點。是不是吧？跟他聽講應該出道的日子差不多。我剛好跟你們那個製作人一樣出道15年。哦，是。對，他在紅人榜15年。哦，這樣子哦。真的？OK。你確定要看拖到1嗎？啊，這回來嘛。我來外公來是出道15年。啊，出道15年。可是從小開始唱歌啦。對，的確是。對不對？那這是15的部分，那10又是什麼 ？OK， 因為呢，這一次我演唱會會把我15週年這過去的這些唱片的一些音樂，然後呢把它集結精選，然後也會演唱我新的第11張專輯。哦，對，那10就是因為我的第9張專輯有翻唱很多女歌手的歌，詩歌，所以在這一次呢演唱會也會唱很多大家耳熟能詳這些前輩的歌。哇，對，好棒，聽起來就準備去聽，謝謝。哦，所以當時要搶票。搶票啊！4月29號已經開賣啊，已經開賣。對 ，OK， 好，對，所以大家趕快去這個搶票。那你今天不能就講完就走吧？我要唱歌啦，我要唱歌。今天唱什麼？我自己寫的歌叫做《對我就好》。人家賣啊，不然要給你祝福。不是啦，安靜馬龍講祝福，有時候會袂記家己嘛。對啦，對啊，所以要記得對我祝福。對，有時候也要回來關照一下自己，對不對？好不好？是。好，我們一起來聽這首《對我就好》。謝謝。一天雨點點在落，咱啥物話攏無講，目屎一滴一滴落。分開的彼一天，天漸漸變烏，未來的路我看無，嘛毋敢擱想，咱過去有我快樂。行到最後，情線來變故，是毋是愛用這場雨，洗清咱的過去，夢才會結束。我攬着一個人的雨，行過去咱行過的路，我拖着沉重的腳步，一寸孤單伴着寂寞。我攬着兩個人的苦，心酸有話無人通講，世間有我多失望，最後只有對你祝福。一個人的雨，行過去咱行過的路，我拖着沉重的腳步，一寸孤單伴着寂寞。我不驚愛你有偌苦，心酸着等時間恢復，一個行無同款的路，最後只有